就若像当初我离开爸母共款，但我嘛无满意，我着走，着离开靠新政做园来成做好业兴旺诶人迄种幸福诶景象。简单是要追求一种轻浮夸大诶欲望，要追求比代志本身较紧诶方式发展。自安尼，我又搁甲家己拼落人类上悲惨诶深坑。若毋是安尼，凡说我会当伫世界上过一个舒适搁空间诶生活。好，但我就照步来讲故事诶详细，恁嘛想会到。伫巴瑞奥生活已经买我4年，我诶正作开始发展甲真兴旺。我毋但学会晓当地诶语言，我嘛含正作园主以及细细离我着港区诶生理人熟识，搁诚做朋友。含因开讲诶时，我常在讲起过去2摆到几年诶航行。我讲起含黑人做生意诶情形，顾凊彩小项杂货，亲像珠仔、铁头米、豆仔、家剪、底补头、玻璃品等等诶物件，都会当简单换着毋拿金沙、纪念国物、唱艺等等，嘛会当换济黑人来为巴日人做工课。我诶讲论总是互因听甲耳仔拍拍，尤其是有关买黑人即项代志。迄当时，买黑人诶生意拄拄开始，需要得到西班牙国王也是葡萄牙国王诶许可，才会使公开做即个生意。所以黑人诶买无济，而且价数非常贵。拄好有一摆，我含一寡熟悉诶生意人含正做园主做伙，搁讲着遮诶代志，讲甲真热烈。隔天早起，其中3个人来找我，因讲因一直在思考我昨暗讲起诶代志，特别要来甲我提出一个秘密诶建议。但我答应保守秘密了后，因甲我讲因含我共款，拢有正做园，嘛拢真欠费萝卜。因想要整一只船去纪念，拍算私底下带黑人转来，搁甲遐个黑人分互随人诶正做园。问题是，我是毋是愿意做因诶船诶管家，搁经办纪念海岸诶交易事务？因嘛答应我毋免出任何资本。转来了后，我嘛会当得到平济诶黑人。我着承认，假使即个建议是向一个无定期伫遮嘛无家己诶正做园诶人提出诶，这是一个真公道诶建议，因为这真有可能大赚。何况是由因下大资本，我一仙都毋免出。毋过对我来讲，代志就无共啊。我来巴瑞奥已经伫遮徛起，只要继续经营我诶正做园3-4年了后，到时我诶家伙拢总斗咧，上无嘛有3-4千英镑，而且迄阁会一直增加。伫即种情形下诶我，若阁想要做即款航行，迄实在是有够荒唐诶代志。不过，我即个注定自我毁灭诶人，煞抵挡袂牢即个提议。就若像当初我规身想要流浪海外，毋听老爸苦劝共款。总讲一句，我甲因讲，我愿意去纪念，只要因答应伫我无伫咧时照顾我诶田园。如果我失事，就按照我诶交代处理我诶田园。一切遮个因拢答应，嘛加写做2面诶合约。我又搁立一份正式遗言。安排我诶正做园含我诶财产，我甲我诶文情人，也就是迄个甲我救诶船长，立做我诶正做园含财产诶全权继承人。毋过，伊着照我写伫遗言诶方式处理，产物诶一半归伊，剩诶运去英国。简单讲，我采取一切会当做诶谨慎诶做法来保护我诶财产含维持我诶正做园。但是，如果我肯用迄一半诶谨慎来关心家己诶利益，来判断该当做诶含无该当做诶代志，我定着都袂放弃家己当地兴旺诶事业，袂去杀一片大好诶前程。踏上即个航行，铭记在海上充满凶险，尤其我家己嘛知，我即个人吼，
总是会拄着种种的不幸。